破读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17集，81条，囡仔上爱耍liû-lông啊，或者是会使讲跙流笼啊，就是小孩子最喜欢玩溜滑梯。咱下口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律，考虑的律，考虑啦律。第二读做愈，第三字读做律，过律的律。第四字读做锄，锄头壳的锄，还是锯犁仔的犁82条，贴砖的工人即马要落货，拢是爱用猪哥车是这个搬砖的工人现在要下货，那要用那个堆高车啦下口4字要选，第一字是读做贴贴仔的贴，第二读做贴，第三字读做打，第四字嘛读做打。好，83条，Puē-bōng进前先爱khau草，扫墓之前先要除草好，咱4字要安怎选？第一字读做khau，第二嘛读做khau，第三字读做khau嘛是读做khau啦khau，第四字读做卡那第三字这khau是考仔的考就是抽签的那个考好，84条，用锄头炭草较省力就是用锄头除草会较省力好，下口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读做炭，第二嘛读做炭，第三字读做khau，第四字读做炭。85条弯龟求顶就是顺藤采瓜，比喻在一件复杂的事情当中要理出头绪，探究真相下口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读做跆，有球的球第二字读做跆同款，第三字读做呀或者是墙枪切的枪啦然后第四字读做墙，这墙位啊墙好，感谢各位大家收听。